大家好，我係阿俊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喺度分享下近況先。近排咧都係忙翻工，咁亦都有其他嘢搞緊，所以咧近排都會比較忙。咁雖然忙啦，但係有時間都會繼續拍下 YouTube 分享下嘅。咁今日就難得休息，我哋就決定開架車去福津市嘅工地岳神社。咁記得之前呢，我哋都去過呢個神社參觀，但係今次呢，就係因為呢個工地岳神社喺7月至8月有個風鈴祭，所以就決定揸車去睇下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咁記得撳埋個鐘仔訂閱啦。嚟福岡玩，相信都有聽過去工地岳神社睇光之島，但係你又知唔知道每逢夏天呢度都有一個風鈴祭呢？今集我哋就實測咗一個玩法，我哋大概下晝5點幾先嚟到工地岳神社。點解又咁遲？因為我哋打算趁夕陽日落時分先參觀一次，睇下風鈴祭喺日光嘅時候嘅模樣，然後再喺海邊欣賞日落。等到夜晚8點，風鈴祭正式開始點燈嘅時候，再二次入場。咁樣安排就可以一次過解鎖風鈴祭嘅日與夜兩種截然不同嘅美景。到底夜晚點燈之後嘅工地岳神社係點嘅呢？等我哋即刻同大家一齊睇下啦。呢一日收咗工之後呢，我哋就喺福岡市出發。咁大概揸咗1個鐘頭車呢，就嚟到福津市。福津市係位於福岡市同北九州市之間。如果大家去小倉、門司港等地，中途咧都可以考慮下嚟福津市。如果大家唔揸車，就可以喺博多搭 JR 嘅鹿兒島本線去到福間站，再轉搭呢個巴士去到工地岳神社前站落車就到啦。呢一日我哋就喺巴士站後邊嘅停車場泊好車，行大概2分鐘呢，就嚟到工地岳神社嘅入口。由於我哋差唔多6點先到達，所以呢條光之道兩邊嘅商店呢，好多都已經關門。行過長長嘅樓梯，我哋就上到嚟神社啦。講到工地岳神社，相信唔少朋友都係因為日本天團男而認識呢度。喺16年嘅時候，男5位成員就幫日本航空拍咗一輯好出名嘅電視廣告。取景嘅地方就正正喺工地岳神社呢條參道。廣告一出，呢度就即刻一夜之間變咗大家必去嘅打卡勝地。而喺每年2月同10月嘅下旬，夕陽就會啱啱好落喺參道中央嘅盡頭，將成條由神社直通海邊嘅長路照成金黃色，形成一條神聖嘅光之道。除咗光之道之外，工地岳神社本身喺九州都有極高嘅地位同歷史。神社主要供奉嘅主祭神係神宮皇后，另外仲有勝川大神同廉夕大神，3位合稱工地岳三社大神。喺日本，工地岳神社被尊稱為開運商賣繁盛之神。無論係做生意、祈求財源廣進、事業順利，定係求開運辟邪，呢度都係祈福嘅好地方。如果大家都有創業或者做生意，嚟到九州就一定要嚟參拜下啦。再行前啲去到拜殿之前，大家一定會被眼前懸掛喺拜殿前嘅大注連繩吸引。呢條注連繩直徑高達2.6米，長11米，重達3噸，全部都由當地志願者親手編織。每隔幾年就會更換一次，即使我哋已經唔係第一次睇，依然覺得非常之壯觀。拜殿嘅右手邊會見到呢塊告示板，指示風鈴祭嘅位置。我哋就沿指示去神社嘅後面。如果大家係打算嚟參觀風鈴祭嘅話，就記得帶定水同埋毛巾，因為福岡嘅夏天真係好熱，好多時都係35度或者以上。而且神社嘅後山都幾多蚊，參觀之前就記得做定防蚊措施。上到嚟呢個位置就見到風鈴祭嘅地方啦。呢條過百米長嘅風鈴隧道，現場睇真係幾靚。今年大概有12000個5顏6色嘅風鈴掛滿整條走廊。風一吹過嘅時候，幾百個風鈴同時響起叮叮當當嘅聲音，十分之療癒。工地岳神社嘅風鈴祭係每年夏天限定嘅祭典。喺日本傳統文化入面，風鈴嘅清脆聲音唔單止聽落令人心曠神怡，仲有驅邪祈福同埋將心願傳達俾神明嘅意思。喺神社睇完日照下嘅風鈴，我哋就趁住夕陽日落最靚嘅時候，就先決定落山。
我哋揸車沿住光之道一路直去到盡頭嘅工地濱海邊。落車之後就會見到呢一座屹立喺海岸邊嘅工地嶽神社一枝鳥居，配合埋面前嘅海浪聲同埋金黃色嘅夕陽餘暉，呢個畫面真係超靚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我係強烈建議自駕遊嘅朋友一定要揸車過嚟呢邊睇日落。入夜之後，我哋就揸翻車去翻工地嶽神社。去到泊車嗰陣，我哋就發覺停車場明顯多咗好多車，沿途亦都多咗好多專程入神社嘅人流。相信大家都同我哋一樣，為咗呢個風鈴祭點燈而嚟。一日到神社，眼前呢一個就係入夜開咗燈之後嘅拜殿。喺暖黃色嘅燈光照射之下，成座拜殿比下晝就多咗份神秘嘅感覺。之後我哋就沿住側邊嘅小路行入返神社後山嘅奧之宮。咁到底點咗燈之後嘅風鈴祭有幾夢幻呢？即刻同大家分享下啦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咗福岡工地嶽神社夏季限定嘅風鈴祭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段影片啦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